好，呢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中間珍珠有利香港穩勝啦。咁啊再見到外邊呢，仲有呢隻澤心星福家王內欄呢，就藤王啊。馬林中間大面箍，仲有瀟灑兄弟，外邊灰馬紅衫大迎來啊。後一陣嘅馬灰馬綠衫勁飛勁啦，內欄呢，仲有哥哥仔啦。咁啊尾三呢，就特務飛龍啊，尾二就係火麒麟包咗落尾大龍騰嚟㗎。好啦，過800前面香港穩勝好順利放到出嚟㗎啦。澤心星跟住第二啊，第三位外邊嘅大迎來內欄第四福家王啦。咁啊再見到出邊呢，就有珍珠有利，中間瀟灑兄弟內欄黃三呢，仲有藤王啊。再後邊有勁飛勁啦。咁啊尾四哥哥仔後邊三隻特務飛龍大龍騰同埋呢隻火麒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翻中間啦，前面呢，就香港穩勝帶住澤心星入嚟啊。咁啊第三位埋邊有福家王，外邊有大迎來啊。咁啊再喺入邊有藤王啦。咁啊再見到外邊追呢，仲有珍珠有利特務飛龍嗰啲馬鬥到嚟最後200米啦。香港穩勝靠大隻走甩咗先啊。咁啊外邊有澤心星上緊嚟追佢，埋欄位置仲有藤王啦同埋福家王嗰啲馬。最後50米香港穩勝力弱啦，埋邊藤王逐步蠶食上嚟，藤王內欄直追，中間香港穩勝第三名呢，有火麒麟同埋哥哥仔都相當接近啊。香港穩勝就好大步，但係開始力弱㗎啦。內欄呢就係藤王逐步上緊嚟，後邊嗰兩隻呢，紅衫火麒麟同埋哥哥仔都一齊上緊嚟，好接近啊！頭馬都藤王香港穩勝邊隻影贏呢？好近喎啊！噏上噏落喎，應該都係贏㗎嘛。好似係入邊嘅，再睇清楚啲先啦。入邊啊，先啦。第三，哇！呢個真係睇唔到。頭好唔好睇到？睇唔到喎，夾住咗兩隻喺中間啊，4隻馬。哥哥仔要睇反鏡。哥哥仔係啊，貝洛華。第5啊，先係澤心星。嗰度要睇下個反鏡啦，可能。哇！藤王真係莫